呢啲事以後，保羅離開咗雅典，到咗哥林多。嚟到哥林多，見到一個猶太人，個名叫做亞居拉，佢生喺本都，因為革老丟命令猶太人都離開羅馬，新近帶住妻子百基拉從意大利嚟到，保羅就投奔咗喺佢哋嗰度。佢哋本來係製造帳篷為業，保羅因為同佢哋係同行，就同佢哋一齊住同做工。每逢安息日，保羅喺會堂裏面辯論，勸化猶太人同希利尼人。西拉同提摩太從馬其頓嚟嘅時候，保羅為道迫切，向猶太人證明耶穌係基督。你哋嘅罪歸到你哋自己頭上，與我無干。從今以後，我要到外邦人嗰度去。於是離開嗰度，到咗一個人嘅屋企裏面。呢一個人個名叫做提多猶士都，係敬拜神嘅。佢嘅屋企靠近會堂，管會堂嘅基利斯布同埋全家都信咗主。管會堂嘅基利斯布同埋全家都信咗主。仲有好多哥林多人聽咗，就相信受洗。夜間，主喺異象當中對保羅話：唔使驚，只管講，唔好閉口，有我同你同在，一定冇人能夠落手害你，因為喺呢一個城裏面，我有好多嘅百姓。保羅就喺嗰度住咗1年0.6個月，將神嘅道教導佢哋。到咗迦流做亞該亞省長嘅時候，猶太人同心起嚟攻擊保羅，拉佢到公堂話：你呢個人啊，呢個人勸人唔按住律法敬拜神。呢個人勸人唔按住律法敬拜神啊！呢個人勸人唔按律法咁樣敬拜神啊！保羅啱啱要開口，迦流就對猶太人話：你哋呢啲猶太人，如果係為冤枉或者奸惡嘅事，我理當耐性嘅聽你哋；但所爭論嘅，若果係關乎言語、名目同埋你哋嘅律法，你哋自己去處理罷啦。咁樣嘅事，我唔願意審問，就將佢哋趕咗出公堂。眾人就抽住管會堂嘅所提尼喺堂前嗰度打佢。呢啲事迦流都唔管。保羅又住咗好多日，就辭別咗弟兄，坐船往敘利亞嗰度去。百基拉、亞居拉同佢一齊去。佢因為許過願，就喺堅革哩剪咗頭髮。到咗以弗所，保羅就將佢哋留咗喺嗰度，自己進入會堂同猶太人辯論。眾人請佢多住好一啲嘅日子，佢卻係唔應允，就辭別佢哋，話：神若准我仲係要返到去你哋呢一度。於是開船離開咗以弗所，喺該撒利亞嗰度落咗船，就上到去耶路撒冷去問教會安。隨後落咗安提阿嗰度去，住咗好一啲嘅日子，又離開嗰度，按次序咁樣經過加拉太同弗呂家嘅地方，堅固眾門徒。有一個猶太人，個名叫做阿波羅，嚟到咗以弗所，佢生喺亞歷山太，係個有學問嘅人，最能夠講解聖經。呢個人已經喺主嘅道上邊受咗教導，心裏火熱，將耶穌嘅事詳細講論，教導人，
佢只係知道約翰嘅洗禮。佢喺會堂裏面放膽講道，百基拉、亞居拉聽見，就接佢嚟到，將神嘅道俾佢講解更加詳細。佢想要往亞該亞嗰度去，弟兄們就勉勵佢，並寫信請門徒接待佢。佢到咗嗰度，多多嘅幫助嗰啲蒙恩信主嘅人，喺眾人面前極有能力駁倒猶太人，引聖經證明耶穌係基督。